无仙姑。天地定位呀，盘古天地呀呀！我将盘古开天辟地了，照天地阴阳之分，阳就是凡间，阴就是鬼界。天就是仙界，阴间的女鬼王为着要增加伊的道行，每一年拢爱招亲一摆。对象是阳间的书生，被选到的书生一年了后，阳气被女鬼王吸进，就整气孤打而死。一天，女鬼王照例又搁要来招婿娶亲，阳间的人又搁送一名书生来互女鬼王。
成君，你加我本鬼王的代志。卢贵王，阴阳师道，你是鬼界之王，哪会当危害人间？天不行，你敢管得起？之君伊拄着困难，我都要落去做预备治疗。先主，万万不可！你甲天碧师本的代志，假使若互玉皇大帝知影，安尼是会触犯天条的呢。到时阵玉皇大帝一定会降罪于你，将你拍入凡间受苦受难。我无多想安尼济啊！你赶紧将这盘头送去西衙宫，互王母娘娘交代路祖，甲特别亲戚。先主，先主，小先主，先主，小先主，先主。小先主是人呢？伊是安怎？你问这要创啥哈？阿母娘娘叫我来甲伊摕蟠桃，爱人呢？你来了多，我这蟠桃来交互你哈。小兄先主，天不信鬼，这玩笑我是绝对袂报。若无，我就不是鬼界之王。小芳，我咧家己你及时赶到位，要若无，我就毁伫卢贵王的手头啊！卢贵王一定袂放咱煞。小熊先主，你哪会有时间踮咧遮咧手牵手啊？对啦，我叫你送去的蟠桃，你有送去王母娘娘遐无？你做你放心，我已经叫人替我送去啊。你若遮尔糊涂啦！但我是惊讲，你甲天碧新阮的代志，但要遮耽误了伤久，若叫局地知影，看要安怎？我若紧要来找恁两个啊！这代志会当换一天，就算一天。玉箔三界之中，有什么代志会使逃过玉帝法眼？参见二龙星君。星至教。小姐。小祥先祖。天辟之君，人口知罪啊！启禀主，先主已无罪。好事！你身为满堂先祖，搁加替小祥先祖讲白贼，起冤定。去找玉帝，这件代志甲满堂先祖完全无关。伊是带着亲爱的情亲，这样生罪，到厝内要降罪，小心愿意自己承担。
好一个姊妹情深。恁即摆伫王母娘娘太白金星的面前来宣布恁的罪，恁若是无定恁的罪啊，是要安怎互天庭的千万天君信服？小心知罪，请玉帝降罪。天兵天将，在将因三个押入天牢，严守看护，等候定罪。谢玉帝。唔知玉帝要如何处置萧湘先主因三位？列位先办，动了凡心，按罪应该加入凡间受苦3年。启奏，小臣一建议，请讲。天界有上中下8仙童，上仙童甲下仙童各有一名仙女，伊伫小臣的中仙童欠一名仙女。恁了解？王母娘娘，你对卢洞宾所讲的话有啥物看法？卢洞宾的意思真好，一切请玉帝做主。启奏玉帝，小臣之见，萧湘先主等3神所犯的罪应该处罚，但过处罚有当轻重。小臣认为，应将萧湘先主等3人踏入凡间，还给救世济民，叫车人心向善，会当修炼仙道，日后才可踏入仙班拜列。如此一来，会当救世万民；二来会当为情赎罪，安尼敢是两全其美。后来要安怎？后来和天地的众生会当了解玉帝心怀慈悲，心存放生之德。好，恁遵你所召，二龙神有见，在，传注射牛牛。是。萧湘先主，唔是讲我爱讲你啦。假使当初你若听我的话，你甲天兵成军的代志嘛袂去互玉帝发现，咱今仔日嘛免变成安尼死。事情已经发生，我遐尼济有啥物路？小香，拢是我连累你。宣旨告。圣旨开拓，天兵成军，萧湘先主，主观天条，罪无可赦，理应拍落凡间，轮回3世。定念在二仙，讲在天庭，望开一面，拍落凡间，转世为人。萧湘为主人，天平为奴才，协助萧湘济世救人。满头先主为萧湘欺瞒上神，恁姊妹情深，但是有缘也有罪。定将你拍落凡间，甲萧湘为姊妹，如在阳间修道救世，以功再回天庭复职钦处。谢玉帝恩典，三位请起。谢主圣娘娘。我只是奉命行事，三位应该感谢是我，是太白金星，甲如祖是因伫玉帝面前替你求情。谢太白金星，谢李祖。免说谢，免说谢，这小话大就算啥物？天意还摆日处，时辰已经无早，天上一天，人间3日，恁早一日去投胎受道，早一日再回天。谢李祖。一日小天钱啊！这贵哦。小贵的，是不是会用算较俗的？老爷，你讲哦，这条路啊，是不是会算较俗的？所以咱后这种人看病摕药有在讲价就对的，若别面生意就有咧抬介绍的，看病人摕药无咧讲介绍的，哈。我咯，伊若是无欢喜哦，叫去别间看，安好啊，吼。头家啊，你免记知影，本县内干那你遮一间药店安尼啊，我无来你遮看病，是要去倒位啦？
若知影就好吼，钱摕来药啊才摕转去转，会晓袂晓？不过我无早坐朋友来呢，会用欠一个呗。因为啊，你欠债哦，欠债的拢总唔免讲啦。你连我去边，听有钱才来啦，要莫再妨碍我咧看病人的时间哦。头家，拜托的啦。无钱，跟我免拜托你不要听是不是啊？啊，搞好就搞好就。老爷，你落去带人讲哦，伊等落我病卡咧痛要死啊吼，你互伊欠一百啊嘛。佮再讲哦，咱这药啊本钱啊，已经无偌济啦，你何必着趁遐济？哦，咱开药店，教人看病，唔是要趁钱，要无我是咧做歹命，是唔是啊？啊，哼，哦，你要互伊欠哦，啊，哎呦，你呀，好啊必趁啊，好啊必趁，咱这讲人命属人情，就是趁你这种的啦，你的命我做好必趁，来安尼，这世人哦，你所开始卖趁，都卖趁，看你要食啥，要穿啥，哼，莫怪你要袂做头家。就是安尼先啦，免讲，无安尼，你若到这有良心，你落去欠，用，时到伊若无摕来害哦，我靠你赔偿哦，靠我赔偿。甲会救人的命哦，我无反悔啦，无要紧，你靠我的赔偿无要紧，你加油，快点，等你走，好，唔是啊。小兄，这个药铺的头家名叫做何太，也就是你勇敢的阿爹。参像这么无医德的人，才无配做我的听。小香，你错，就是因为好台威虎不仁，失去原来破病百姓，但辜负无义。要你投胎做查某囝目的，就是要借伊药铺来借钱救。小香啊，这是你修多积德最好的办法。我了解你太过天真，佮如做恁的可惜，小心一定袂互你失望。但愿如此，天必成功。迄个好心的何必谈，也就是你阿爹。啊那我咧？你哦，那恁两个在这个天界，恁是好姊妹；那去到你阳间，恁也是好姊妹啦。这祖先娘娘早就给恁安排，你去就知啦。天必成功，换你。小心过世。小心过世。小香，你会，这次你下凡多灾多难，但愿你会当弘扬化解。谢卢祖，卡数这边会当修成正果，拢是卢祖你的功劳。我虽然有出力，也不过原来考虑进去。恭喜。过去迄段缘，痴情换孤单，谁人来可怜？情来声依难忘。无良受苦。秀莲，摕残酒银，互师姑添一下油香。啊，紧的啊。秀莲，这个啊，施主万寿。哼，有银两就万寿，啊若无银两，毋就夭寿。秀莲，谁去路白讲话啦？咱做人爱有度量，人伫咧讲有量才有福，安尼知影无？老爷，等安尼拍规暝算盘，敢拢袂忝，你嘛好休困啊。哎，你先困啦，我才会笑啦，精力好势，我才去困吼。老爷，
钱趁遐尼济，有啥路用啦？你也无想看卖啊？年岁遐尼啊济啊，也无后生，也无查某囝，搁较济钱嘛无路用。唉，这爱怪你啦，豚母未生啦，他法度？虽然讲我无法度甲你生一男半女，也毋过人我嘛无反对讲你搁去娶二房啊，甲你传宗接代。哦，叫我去娶二房哦，迄令我较卖咧。我娶你吼，就已经开真济钱啊啦。伊不管是就是迄个共救济啦，国经庙事啊，拢行透透。要若是去到地，拢开了到拢1、20两啦。我若搁娶一个亲像你安尼生哦，我连伊就破产，迄卖哦，卖哦，卖哦。老爷，钱吼伤济是无路用。人伫咧讲吼，钱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我摕钱去共救济，我若是替你这用定的。啊，若讲去庙寺拜拜，我添一个杨修，迄嘛是讲吼，替你收这个来世。好啊啦，我敢若听你这话哦，听甲会活念啊啦，莫搁讲，莫搁讲吼。啊，你令我先就先去困吼，我念去好，念去好，念去好吼。我乃是天上小上神主，要来投胎伫你腹肚，叫你伫恁何家。什么？你是天界神主？你要来投胎做我查某囝？当然，这乃是天意。过去迄段缘，痴情换孤单，啥人爱可怜？下情来相依难忘。牵手呀！无啊，到底是毋是伊搁安怎样咧啊？老爷，我去甲你讲者，我拄则做一个梦，我梦到天界神主叫做小上神主，讲要来投胎踮在我的身上呢，要来做咱的查某囝呢。我你看哦，你敢若想囝想我讲要起笑啊啦！老爷，真是的啦，真正的啦，我真正有梦到啦。这叫做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啦。日时啊想过老高想，暗时啊才会搞眠梦，莫安尼咧啦哦。老爷，真是的。老青君啊，你慢慢一直酒拢啉无停。免紧张啦，小香珍珠已经去投胎转世啊。烧酒是我的好朋友，酒若啉少能补肾，啉济就误了神，若无啉人会伤心。除了啉烧酒，我还有啥物代志通做？是安怎来无代志通做？咱来帮助潇湘珍珠度过这劫难。杜宾啊，你免想遐济啦。即马潇湘珍珠啊，已经投胎伫蒋氏的腹肚内呢。要无你是要叫我对蒋氏的腹肚内我甲拖倒出来是？也是咱两个命甲日，拢踮去身躯边甲保护掉咧啊！莫想遐济啊啦！哎，小酒怪！唔敢，唔敢！我小酒，我是看酒。免看，剩6滴尔，咱过这6滴，就到潇湘珍珠伊逃过6层的代价。你讲做我小酒6滴无我，你小酒害我，你小酒必定害我，你若无害我帮你说。你身为天仙的时，本王杀你无？
心嘛，你投胎为你，就会当甲你食掉，去受你的原性，嘛较赢过100个童子。夫人，请问题。夫人，你是安怎？夫人，夫人，你赶快要紧！老爷，唔好啊，赶紧的啦！哎呦，夫人，不好意思，赶紧的啦！夫人啊，你做对啥啦？人啊，唔好讲嘢，人我甲你做啥物？我到底现在我。袂要紧啦，敢若微波淡薄仔爽快，你放心啦。啊！真是真好。但我人唔爽快，啊，你是咧欢喜啥物？当然爱欢喜的咯，干姐妹，你已经有心啦，我这要做老爸啊啦！对，是真实的是。真实的，我敢会骗你都救命啊！这我感谢天公地啊，有这斗保庇啦。我后台哦，已经有囡仔头来传宗接代啊！感谢天主啊！老爷，你会记得无？我捌做一个梦，梦到讲天顶的仙女要下凡来斗咱的胎，做咱的查某囝。对啊！这个梦真是有影，真是事实的。秀莲，较紧的准备好清香素果，明仔早起透早，咱紧来庙寺吼行外。紧是夫人，感谢主神娘娘，会当互地主传宗接代。信友，即马要过来祈求主神娘娘，会当互信女顺时将这个囡仔生落来，家抚养成人。信女甘愿当在敬奉神明。秀莲，摕一块银两甜绵绵。夫人，你这边拢听伊坐银两甜绵绵，安尼就无彩的呢。秀莲，你哪会伫咧神明的面头前讲这种无尊敬的话？紧的啊！好，安尼物件收收的，咱换来好来转啊。好。将士，伊运动黑暗，必定有灾难临头。李洞宾，伊到底走去倒去？滚啦！滚！洞宾，你输啊！输啦！真是输！阿去！洞宾啊，你是安怎？阿奇怪，潇湘仙子恐惊大难临头。这哪有可能啦？咱帮忙伊6支的金塔门，足足会当帮忙伊脱离6个大劫。哦，我知啊啦，你惊奇死人伫咧对面，上空上方，免啊，过来，惊奇。奇怪，话是安尼讲无对，也不过潇湘仙子伊拄到海去投胎，伫海伊还未成形以前，伊若去拄着沙漠歪道，伊根本就无法度去用。你讲了有理。杨过人千万唔知伫倒位。你讲。做梦嘛想袂到，会留伫我的手头。我若是甲你讲，你承担我500年的道。从此以后，伊就分销撇散，万劫不复。你叫人等你啦！你咧紧张啥？目前甲看起来是有惊无险啦。你搁继续甲看。我真是糊涂，囡仔都还未成，食了有啥物路用？好，我搁等你3个月。
到底是安怎哈？来透一阵大风，我搁看到一个乌影，我怎拢唔知影啦？迄是安怎哈？我嘛唔知啊。夫人，你莫要紧，我不要紧啦，小姐，咱后来转啊，吼。你甲看，目前这个灰烟期已经脱过啊啦！来来，过来行棋，过来行棋。无咯，老钱棍，3个月了后，吕贵王赶快向总司手，到时阵萧湘先主用一共款危机中救。也3个月过遐久的代志，你就着急啥？来来，行棋要紧，行棋。来，我来。老钱棍，人间的3个月，在天上目前已落去，咱即摆紧想一个办法。办法咱就想啦。当你这个龙泉宝剑专门咧治妖辟邪呢，你就去汉奸斗一撮，妖魔鬼怪拢甲杀好死。伊宝剑，你这个宝剑哪看怪怪啊？面对龙泉宝剑，脚现天上地上，这支是。哦，我知，这支是咧挂好看的。哎呀，敢讲你无迄口龙泉宝剑，你就无法度通去对付个女鬼王是？老钱棍，吕贵王是鬼界之首，至阴至毒，万不若什么闪失，岂不误了大事？老钱棍，你莫要搁小心我，什么代志我都会当帮忙你，但是我绝对袂当帮忙你去降妖掠鬼。萧湘先主下凡历劫，结局地面头前保本，你嘛知？对啊，也毋过保护伊安全是你的责任呢。老钱棍，好，你莫搁小心我甲你坦白讲，咱这个天界有天兵天将，直入公主，要六顶六甲，要28社，因为这个下界哩，后山神土地，也四路众神，也看你要去拜托什么人，你家己出面去甲伊讲，我无诶，我忝啊，我要来休困啦。老钱棍，老钱棍，哎呦，老爷，你看你听药啊，拿这红啊，哦，我跟你讲，爱较细意啊，这粒药啊是非常的珍贵哦，呀是要甲恁夫人啊，安胎顾身体。哎呦，这粒药真贵呢。当然贵的咯，迄是咱家己要用的呢。若准别人伫要来听，最低限度爱1两银照我全行买哦。老爷，我是讲吼，我嘛是要来听一条啊。你无代无志，挑这药要创啊？我就是甲你讲，我某吼嘛有心啊啦。恁某有心啊哦！哎呦，何必干的啊？你阿你先娶某遐尼久啊，今年有哪日火头未少啊？恁某到即摆才有心，算起来是大意思。我先甲你恭喜恭喜！多谢老爷，这拢奉老爷甲夫人的福啦。放心，咱算起来哦，因咧讲是家己的人烧香啊，我会特别算你较俗，会较俗对啦。怎啊甲你拍9折，算9钱哦。考钱的啦。老爷，哎呦呀，夫人啊，这，当你就在内面休困倒，你何必出来外面创啥话啦？唔对啊，去动着彩，迄个时阵就废去哦。唔要紧啦，老爷，咱出来外口安尼行行吼，小活动一下，对巴肚内的囡仔嘛有好处啊。好，何必谈嘞？夫人，恭喜你吼！多谢夫人。何必谈嘞？你对老爷嘛足侪年啊，用讲无功劳嘛有苦劳。即摆恁某有心，加食几贴仔这个安胎药啊，绝对唔好甲你收钱的。老爷，我讲安尼对无？对，我甲当作是家己的人，有甲算特别较俗就对啊，拍9折啦。嘛袂用拍9折，其实嘞，咱半生钱拢袂用共收的。夫人啊，咱做生意人爱有一个原则才会用的啦。你无听人家讲礼袂算阮烧请，无论生生爱甲退就爱甲退啦。这几年来，伊嘛甲你斗相人足多，算起来嘛是敢若咱甲一家人同款。假使讲你若要摕这个钱，啊无你记我的小好啊啦。
莫甲小道，莫甲小夫人，莫生气啦。你若气落到地，假使若去动着巴肚内囡仔，迄就足麻烦啊呢。哦，多谢夫人你这个善心，菩萨一定会保庇你，一定保庇你。弟弟讲过，如何指教？田北神君甲萧山先主下凡入劫之事，尊家应该知影。卢贵阳为着要报仇，恐惊迄加害萧山先主，万不若出了意外，恐惊违背天命，错乱了因果轮回后果。这跟我有甚物关系？面对两桩剑无伫手中，为着心中起见，所以才麻烦弟弟公主，你来心中填位。禽妖掠鬼，既然也爱直直公曹出马，李顺阳，你将天庭的圣旨当作是啥物？禽妖掠鬼虽然是凡间的小事，也毋过拄着危机的是玉帝下令下凡的仙女，到时阵就发生问题。恐惊弟弟公主，我那负担无法责任。好啊，你想要推卸责任？贫道只是想要化解危机，咱大家拢无错。本神未受你的威胁，下凡掠鬼，免讲。李总是，依照天庭禁律，任何圣旨拢不准踮伫人庭门看楼，请你马上离开，若无我照常掠你。过去迄段缘，痴情换孤单，谁人来可怜？情来声依然我。请你马上离开，若无我照常掠你。少年的啊，火气莫遐大啦，嘿。行哦，唔肯帮忙向。伊向对贫道拢有成见。他去看画图。老前君有何指教？小事一件啦，潇湘先主下凡遇到劫难啦，这我老伙哦，我哪有一份责任伫咧啦？这次若是要化解伊的危险哦，无你出面绝对无用的啦。老前君原谅，小心不能正面。哦，你哪能认出我的大面子安尼哦？二龙是呐，3年前啊，叛都宴，了后你啉煞烧酒，借酒传落去家舍，戏人着迄个固守桃林，迄个仙女，你记袂记了？放心啦，我拢总无讲讲，你也无愿意，我讲讲，互大家知影。你别惊，我已经甲你保守3年啊，我一定阁继续甲你保守落去。也毋过潇湘先主这个御剑，就望你帮忙咯。小心，照办就是啊。我本来是无想要害你，也毋过我绝对袂当放过你巴肚内囡仔，所以你只好认命。大鬼魂，我想要伤害萧湘先主，嘿！你讲什么话啦？天地咧光啊，你哪有迄个物件？老爷，真正我看到一个查某鬼，你要甲我巴肚内囡仔，有一个三蕊目睭的神，怎甲遐个查某鬼拍走的？有真个人哦，身本上火气较大啦，比较较会搞乒乓，火气较换一个吼。我才贴一寡镇静心情的药啊，互你食食自然就好去啊吼。老爷，真正有鬼啦！我亲目睭看到，你哪会相信我？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吼。幼姐，你莫欺人太甚！这是你自采死路，走！
是对阮做人安怎？对将厝人放开，那么阮就对你无客气。过去迄段缘，痴情换孤单，谁人来可怜？情来声依然我。什么鬼？你做人受伤，我都有讲你干嘛咯？你是啥？我同情度量，我同情度量。无错。我已经10年的度量，你遐妖魔界，也算数理的离谱。是你救无错。我，鬼妖所道，一向不相往来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将你的目的讲出来。好，一来是我救养你吕贵阳的大名，假使你我若联手，必然天下无敌。二来，将你拍着伤的，虽然是李龙神有剑，也毋过你真正死对头是吕洞宾，是为着潇湘仙子，才来甲你做对。你哪会拢知影？天地间，无我毋知影的代志。30年前，我伫江南做好神的时阵，本来每一年拢有对东南东北向我响应。吕洞宾不但破坏我的好事，而且还刺我一剑。这个冤仇，我一定要报。好，我会当帮你报仇。杨过，潇湘仙子投胎何家？伊嘛爱甲我斗相共。一来，我是为着报仇；二来，是为着我的道义。那，我永远都唔甘愿。你知影我的意思？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唉，是人一种命，恁都为着天北神君甲潇湘仙子下凡的代志，到处咧奔波。你一个只在享受人间的极品。李洞宾，你来我的道观，你直直咧怨叹，你是咧怨叹啥物？我是咧讲，祖先的娘确实是个好心。天下间只要伊若想要生囝，伊就袂用无来救你。好啊，你莫甲我哭啦！掌管人间的祖先已经有够无用啊，哪有亲像你，那海外散仙的，无论人间凡尘，随便你去。对，计算一期，潇湘仙子应该是要出世了。这是我的责任。仙子下凡，总免一迁就凡尘，安尼随便地出世。谁人来可怜？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